顯然要係冒險背包日，4個小朋友出發踏上旅程，地圖閃耀住發光嘅身影，畫住出發啦。呢係佢哋所知道最大嘅冒險，帶埋你嘅勇氣同喜悅，一段魔法旅程就喺呢度開始。主角樹屋入面閃住清純明亮嘅陽光， Pearl 發現一張地圖，上面有一粒閃亮嘅白色星星。Mono 指住方向，而迷路開心到跳起。Rocky 話而家係冒險嘅時候，指南針準備好，繩索綁得好實，電筒準備好，小食葉都收拾好，關好背包，打開大門，外面有好多神秘等住你。負個冒險背包，背喺背上，出發啦，出發啦！跟住魔法星星嘅光芒，一步一步並肩同行，朋友一齊踏上呢段旅程。無論係近路定遠路，冒險都會話俾我哋知，我哋係邊個。主角森林輕聲細語，樹葉話你好。當朋友前行時，指南針指引方向。木橋喺腳下輕輕搖晃，但勇敢嘅心令佢哋冷靜向前。Rocky 用力綁緊繩索， Milo 微笑，一切都似乎好順利。一步一步一齊跨過去，佢哋嘅冒險先啱啱開始。負個冒險背包，背喺背上，唔好猶豫，用勇氣同力量，我哋會揾到路。越過橋樑，穿過樹林，同最好嘅朋友一齊，一齊都變得更容易。前面嘅光會指引道路，冒險存在於我哋做嘅每一件事。主角一個閃耀嘅山洞，充滿閃爍嘅光，電筒帶領佢哋走向光亮。魔法星星喺地上閃耀，而家最大嘅寶藏已經被發現。佢哋喺夕陽天空下返屋企，時間流逝，但佢哋嘅心充滿快樂，星星喺佢哋之間輕輕閃耀。冒險活喺佢哋嘅夢入面。結尾唔係星星，亦唔係黃金，而係我哋勇敢珍惜嘅朋友，喺每一步同每一條路上，冒險都活喺每一個背包入面。冒險背包日已經結束，但聽日會帶嚟新嘅冒險，地圖可以休息，但心仍然還立。冒險永遠唔會消散。